车内有点安静哦，需要塞本儿来一首歌吗？安静。韩小姐，不用多想了，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这是你的合同，节目从下周就会开始录制，这里就是公司给你安排的住所。一天都不回我消息，到底和谁在一起？哎，等等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太阳当空照，明天会更好。安静。这么快就有其他女人了？还要去哪里？我倒要看看你在搞什么鬼！他来这家医院干什么？难道是工作上的事？心雨，我好想你。你睡得好吗？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，语气、身高都和你一模一样，除了脸。但是你知道，脸对我来说从不是问题。我一定要把你重新带回我的身边。喂，林院长，你怎么能擅自定下节目的女嘉宾呢？上次不是说好了有个戏剧性很强的患者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手术是我在做，节目的钱也是我家在出。林院长，那你这么讲话就没意思了吗？这是谁？为什么我和他